各位注意啦，呢套喺自建別墅，土地性質係住宅用地，買得放心，住得安心，建築空間尺度超闊，無論你想打造豪華嘅家族起居空間，定係規劃專屬嘅私家花園，觀景露台都可以一一實現，私密感同舒適度都拉滿。呢間別墅嘅戶型設計真係空間利用嘅典範，整體用大開間格局，保留咗別墅應有嘅寬敞感，又可以根據你嘅需要靈活改動。無論係分層嘅臥室套間、獨立嘅家庭影院，定係一間陽光書房，都可以完美配合，真正做到一層一世界嘅居住體驗。裝修潛力方面更加冇得輸，屋企嘅原始結構好規整，牆同地面基礎紮實，等你可以盡情發揮創意，將佢打造成獨屬於你嘅夢想居所。想做新中式嘅典雅庭院，或者北歐風嘅溫馨睡房，又或者現代輕奢嘅明亮客廳，全部都冇問題。仲有一樣好值得一提，就係光條件真係一級棒。別墅朝向東南，日日都有充足陽光同清新通風，裝修時唔使擔心光死角。無論你揀展式放大空間感，定係深色營造奢華氛圍，都可以靠自然光令成間屋嘅效果更高級，輕鬆實現顏值同實用並存嘅理想家。呢棟別墅喺2000年落成，社區生活氛圍成熟，周邊配套齊全，住得方便又舒適。而家報價420幾萬，喺核心地段嘅別墅嚟講，性價比真係好高。自建別墅嘅稀缺性，注定咗買一套少一套。無論你係自住享受品質生活，定係作為優質資產持有，都係唔容錯過嘅好機會。有興趣嘅朋友千祈唔好猶豫，快啲聯絡我，第一時間鎖定呢套誠心遠水啦！